水阁好，国精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讲地成功，说地成功，地家三地人伫台湾建立东陵王国，留予下地人深深的怀念。对怀念的有啥？日本解管台湾了后，咱知影讲，台湾民主国的义勇军大将军邱逢甲倒转到中国广东，还佫写诗句。过去咱讲起邱逢甲上界出名，就是宰相有权能割地，高神。我邱逢甲是高神武力可回天。伊还佫一首诗，原来介有意思，咧怀念郑成功。咱做伙来甲听看卖。诗句讲：虽能赤手斩中经，不愧英雄断李明。天气东南天半平，人间烦忧定烟兵。邱逢甲诗句就是咧表明，讲赤手空拳海洋来甲斩我死。不愧英雄断李明，英雄传内底咧记载，讲骁勇善战郑成功，咱无识人个咧，甲咱记载落去，下拄下啦。赤手空拳海洋甲他太好死，天气东南天半平。解说就是讲，若无地家三地人谈这30-40年的经营，台湾吼，命免都清帝国捧去啊。所以邱逢甲讲郑成功。伊毋是干那咧怀念郑成功尔，伊心内嘛咧寄托，寄托啥？寄托讲吼，当阮即马这义勇军已经四线，台湾民主国讲较歹听的讲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台湾互日本咧介管，我邱逢甲还佫真毋甘愿，我望啦，望讲人间烦忧电因病。就是国姓爷延平郡王郑成功，看有这款的人才，看有这款真正有才调、骁勇善战的人，搁再蒲头，搁来光复台湾无？啊，郑成功互人怀念，毋是干那邱逢甲呢，连含伊对敌清朝人，新保证来台湾，伫咧做官的时阵，都写连队，伫咧追赏郑成功的贡献。顶队顶句讲，开万古。得未经有之期，风风流处山川，足移民世界。下句讲极一生，无可如何之物，缺陷还诸天地，是创极完人。这真正连队原来写甲足好。下背这的学者讲吼，那新保证这对连队是真正对郑成功描写了上界对等两句。讲开万古得未经有之期，较早台湾都拍远你，恁来到这足移民世界，创造这片的山川。结果啊，郑成功虽然有意要光复中原，不过一生是无可如何的之物。既然是无可如何啦，缺陷还诸天地。过去所有遗憾，咱莫搁再想。有缘也是。过去毋捌有开创过的创极完人，所以邱逢甲对郑成功的回想，所以新保证对郑成功的钦服，真正表明讲台湾历史内底，咱对汉诗、对连队，会当看到真拄真，咱嘛是一种下地人的体会啦。